坐稳了啊！前面就是急流。哦，好。急流。怂的要死。师傅，我们能在水面上停一会儿吗？可以，谢谢。反正你们是最后一波客人了，我呢也不着急回去，你们慢慢看。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照好看一点儿，文艺一点儿。我就没拍过好看的照片，让我自己拍。你作为3大王牌之一，要注意自身形象，懂吗？这是工作需求，以后所有发上网的照片必须先给我过目。你为什么不要求前面那位？人家有主了，没人稀罕的。干嘛？你还想下去游一圈，向生生们展现你高超的泳技啊？可以啊，张正慈，人不能样样都拿得出手。虽然你确实天赋异禀，哎，师傅，哎，水岸边那个2层楼的饭店味道怎么样？哦，可以的，不错。你们来漓江吃了鲅鱼火锅了没有？没有。哎呀，那可是我们这里的一大特色，那里就有啊。想吃吗？嗯，想吃。这样吧，师傅，先把他们俩送回去，再送我们去饭店。啊。好。哎，对了，你们记住要点的时候啊，不用点太多东西，吃鱼就够了，最多呢加点蔬菜。那儿的师傅啊，刀工好，鲅鱼片切得非常薄，涮出来的口感啊绝。难得来漓江一次，必须把江里的东西都吃个遍。嗯，你们啊来得巧，那家饭店老板不常在的。今天呢刚好开门，上个星期休息了1周，估计明天又该休息了。是吗？那我们有口福了。你故意馋他们吧？看出来了。看不出来是啥。啊！豆豆姐，要不你们一起去吧？火锅人多，吃才热闹。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陪你们。行，师傅，那咱们就直接去那儿吧。好嘞，坐稳了啊，开船了。好。来吧，几位，就是这里了。外地游客必须得到来的打卡地。来，进来看一下。小兄弟，这是我的名片，我姓张。以后呢，想再做主法，直接联系我就行。而且咱们还可以走得远一点。行，谢谢你了。我这都准备休息了，又给我带一桌客人啊！哎呀，远道来的客人没吃过鲅鱼火锅，帮忙招待招待。行吧，你们最后一桌客人了。
给你们打个8折。谢谢老板，不客气，走吧。麻烦您了，辛苦了您。好，再见，再见。辛苦，下次还找您。谢谢。来吧。来，坐这桌。谢谢。怎么样，这儿的山水不错吧？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就被这儿的山水吸引了，当时我就忍不住感叹，果然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小姑娘人美嘴也这么甜啊！这样，我在8折的基础上再给你们打个8折，真的？去挑一挑最好的鱼，亲自给你们做啊！可以现场做吗？可以啊，难得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提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我让厨师准备一下，等着。谢谢老板。一会儿才3秒就可以吃了，久了就老了。好，知道啦。幸好这老板是女的，要不然我都怀疑你今晚要失恋了。你们想一下，一会儿咱们出去，一个大跑车停在门口，走，跟我回玉容庄。有人追求，说明这个人优秀。谢谢。来，你们也尝。来，哇，没白来。好好喝，好鲜好鲜，你们快尝。哦，对，还要加胡椒粉。1、2、3。怎么样？好好吃，好鲜好嫩。你对美食的尊重，足以满足任何一个厨师，光是表情就够了。还干吃不胖，简直是老天爷眷顾的吃货。哎，珊珊，你长得这么好看，追你的人应该不少吧？哦，人家怕你吃醋。某人今天睡不着喽。哎，鉴于莫老板今晚请我们吃饭，我问一个能让他开心的问题。哎，星星，那追你的人里面，莫老板是不是最帅的？那当然。那当然。他好可爱啊！我终于明白老板娘为什么喜欢你了，我也喜欢，开玩笑都这么当真。这么爱问问题，要不今晚你买单？我吃饭不说话。主要是，更小信从来不敢自己睡，我怕他害怕。明白。那我晚一点去阳台上给你打电话。晚安。晚安。郭晓杏，哎，人呢？喂，你在哪儿呢？哦，我正打麻将呢，正在兴头上，你先睡吧。啊？回头。你怎么又出来了？我那位热衷中国传统麻将文化的同学，被你的同事们拉走啦。
就我对他的了解，恐怕得打通宵吧。你放心，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从来都只是玩玩，不赚钱的。就算跟他们打到后天天亮，你同学都是安全的。这么晚了，你说羊驼睡了吗？不好说，去看看，事实胜于猜测。走。这里好多蚊子呀。那要回去吗？没事没事，不用，不想回去，反正屋子里也没人。你呢？要回去吗？我也不用。难得清闲，而且总不能比他们战斗力还弱吧？走。那散步到天亮吗？如果你想的话，那我可能要回房间准备点吃的，然后咱们走走停停，吃吃喝喝，这样容易熬过一整晚。这次回去我得胖3斤。至少5斤，保守估计。那我明天不吃了。真的？嗯。那可惜了，还有好多招牌菜没试呢。是什么？明天的饭，明天再说。羊驼，哎，他们竟然出来了！进去吧，大小姐。你吓死我了！哟，我就知道你臭没在你干好事啊。你约会怎么样？聊了一晚。你把电话线拔了，你千万别让客户有打扰我睡觉。好。困死了，累死了，洗不动澡了。哎呀，就这么臭着睡吧。那就睡吧，就这么睡吧。唉，我们就互相臭着，谁也别嫌弃谁。反正军训时候就这样。说说，一晚上聊什么了？姐姐最多给你3分钟，就3分钟，分享要快啊，不然我真睡着了。我们什么都聊，天南海北。人家都是你男朋友啦，想聊随时可以聊嘛。你是聊一晚上伤身啊？其实聊到后面可困了，后来脑袋都浆糊了，不知道说什么，但就是和他坐在一块儿都开心。唉，挺好。定个闹铃，下午3点要看刘三姐了。看刘三姐要怎么着吗？我也不知道啊，说是去之前先去看10周年舞台，没说清楚。反正集体活动别迟到。明天我还……谁啊？哦，我刚睡醒，不好意思。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给你房间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好像把电话线拔了。今天要开车到很远的地方看舞台表演。对啊，小信还让我定闹钟，哎，我忘了，困忘了，是不是来不及了？那要不然你们先去吧，这么远来一趟，别因为我俩耽误了。现在是2点40分，你还有时间去洗个澡，热一下。好，那我叫小信起床，我们一会儿大堂见。澡堂见。
10分钟了，我洗5分钟，你洗5分钟啊！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啊！5分钟，我不是定闹钟了吗？啊，萱萱，怎么回事？刚要去你房间找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出来晒晒太阳。大哥，这30几度天了，你在这晒太阳，不热？自然光线晒着对骨骼好。行吧，你慢慢晒吧。对了，昨天晚上大家打麻将打通宵了，生生跟小星会不会睡过了？不会，他们有分寸，不会让大家等的。行吧，那你晒吧，我走了。哎，迟到迟到！哎，得爬楼梯。这梳子，哎，快！这台阶好长。走，还好没睡太久。走。哎呦，我听说昨天通宵了，还挺准时的，该上车了啊！师生，我先上去了啊。朱总怎么知道我们通宵了？大家都知道啊。你告诉他们的。麻将桌就摆在他房间，我跟他住一间，你觉得还用我告诉他吗？这样。那一声将情没尽头，那一声将晴空吹皱，拂落了无形的春雨，天地微醺在羞怯时候，谈笑着仿佛已牵手。哎呀，昨天晚上没睡好，沉默着像我在晚霞，身后那瞬间还荡荡悠悠，对上眼眸，融化无忧。好多人啊！哎，意象刘三姐啊，这就是阳朔最著名的演出景点。我外公说过，让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哎，你外公见多识广啊！走，咱上看台走。我回去问问他。哎，你外公知道吗？这头吗？对，左手边这3间。对呀，这3间啊？对，4个人1间，看怎么安排去。那咱4个1间呗，咱们客气，走。行。来，对，坐这儿去。哎，我们几个怎么安排？生生跟同学肯定一起，那湘青瓷跟着生生，我跟着他们，还是跟风雅颂？你风雅颂，咱们仨一起吧。啊，行，走，咱们这屋，你们在这边，这个视野最好啊。走。走吧。走吧。肯定要吃桂花糕吧，这是这里的特色。这个看着也不错，是绿豆的。不过这个一样只有1个。你吃桂花的还是绿豆的？你想吃哪个都行，随便吃，不够了还可以加。我有选择障碍，尤其是对吃的。那你就吃桂花的吧，我想吃我再要。好吃吗？好吃。哎呀，你说咱们要是能在这儿演该有多好！在这儿演还说什么了？在那山头上把北罩绑上去，这一个猛子扎进湖里。我谢谢你啊！哎，你们这边真安静啊，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呢。是啊，光听你们说话就够热闹了。我说你们也不怕被投诉？我们有分寸，就是。再说了，现在是观众入场时间，看台上的观众比我们热闹多了。哎，学美，你陪人同学聊聊天啊？对呀，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哦，用得着的时候变哑巴了，哑火了？一边去啊！太殷勤了，不礼貌。我看，哎，害羞了，猛男羞涩，
爽看柔情。这里的舞台胜在山水实景。老朱这次选阳朔就是看中这儿的山水实景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选择在实景里搭配音剧的舞台。对斐少和王可也是吧？第一次在实景里现场唱。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听你们聊天，我都插不上话，坐着好尴尬啊。不是给我发的呀。随便说呗，又不是开会。你让娟妹找一些话题和跟小新聊一会儿呗。小新一个人坐着，身边的人不说话，多尴尬。可能他俩还不熟。他俩一直在对周年庆合作的事，不是很熟吗？两个人能不能熟起来，外人感受不了。我觉得。咱们找个地方先填饱肚子。我以为又要说什么豪言壮语呢。不过也确实是我们强老板风格，天塌下来先填饱肚子，而且要填的有滋有味，不能敷衍。其实酒店的自助餐也不错，你们随意，咱们走。哎，那我和王可呢？啊，对啊。阳朔的啤酒鱼天下一绝，是广西的10大名菜，他们这的美食可不比山水差呀。走吧，这小子每次提起吃，拔腿就走。老板亲自下手烧的啤酒鱼。第一次看到鱼里面有番茄啊！漓江的水煮漓江的野生剑骨鱼，你们不来吃这一趟，一定会后悔的。明白人。来，哎，给你来一口，来。真嫩，哇，入口即化，好吃好吃。番茄块好吃，是吗？好吃。来，田螺酿啊，里边是肉馅儿啊。哎呦，我再看看。田螺酿，田螺酿也是一道名菜。转过来，转过来，又厉害，来，哪里来一个？哎，又来钢管鸡。哦，是鸡腿，鸡腿，不要鸡腿。谢谢。烧腊肉炒笋，嘉华酿秋葵，荔浦芋头扣肉，爽口肉，艾叶粑粑，
小华，可以可以，卤不干老师，打包一份吧。来给你，张老师，我也来一个。真的，这个笋更可以。哇，张老师的品味真的诚不我欺，谁要不来是傻子。不过也确实是我们强老板风格。这不得不承认啊，强老板每次提出要吃，绝对不会委屈了大家的胃，对吧？你们这算是后知后觉？不，我们这个叫及时醒悟。来，咱们敬这个及时醒悟，好吧？来，西街，来咱们阳朔东上一定得来的地方，吃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跟大家早说我就留点肚子。哇，好热闹！烤榴莲，是啊，阳朔人这么多，一个仔细跟着来买吧。别走丢了。烤榴莲，阳朔特产烤榴莲，阳朔特产烤榴莲啦！哎，烤榴莲来一份吧，现烤的榴莲。你能吃榴莲？这可比螺蛳粉还剩一截。对，那只能大家一起吃了，来一份吧。要说一起凑。赶紧的，少废话，要吃一起吃，全上全上。来吧，给我来一个，给我来一个，快！我们俩吃一个就好。哎，都有。我来。已经闻到味道。来，你这个味儿怎么样？你这不行，我跟你说，真的，一会儿你尝尝。没臭，着急了点儿。烫是吗？烫，他们不烫。我说我在这付钱，这锵京词在那献殷勤呢。锵京词，你们是完美配音的？啊，对呀。我买了你们的门票，要去看大后天的配音剧。真的？真的？天哪！你是选美？啊，你好，你好。好眼力。你是斐少？对，他是斐少。啊，冯亚素。不是，哎，我就没被人认出来，有点丢人了。意思是，你好，你好，一直跟木木搭档的莫白。你好，幸会。哎，刚刚还有一个人去哪儿了？找锵京词啊。他早就走了。我还以为这次能见到他呢。这样，你给我们打包20份，我回去给配音团队的人。哎，好，我现在给你们烤。来，再加20个，多少钱？这样我给你们打折。不用，打折就算了。多少钱？姑娘买票了？啊？什么票啊？就普通票嘛。来，我给你换张 VIP。真的？我都没抢到 VIP 票。多大气啊！谢谢。大气，好好看啊，妹妹。哎，好。我叫王可，到时候听我唱歌。哎，好嘞。记得行了，一份500啊，谢谢。这边。你躲人的功夫叹为观止。我早年也去过线下活动，不过用的不是锵京词的名字。那用的是什么？每次名字都不一样，到了地方临时取一个。你难道一辈子都不让你粉丝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吗？有这个打算。那他们会遗憾的。还有榴莲味吗？我们一起吃的，当然闻不出来。那再刷一次吧。直播预约超300万了，不愧是完美配音啊！是吧？而且我觉得不止这么多，他们有很多粉丝都是老粉，懒得预约，等着当晚看现场吧。真的？我得赶快把好消息告诉他们。都 OK 了吧？行，那个咱们试验音响啊。我去舞台上看一下。哎，我先过去了。这是我见过最大的榫卯结构的建筑，真好看。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喜欢中国风的东西，还有历史？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博物馆，我喜欢看古代的东西。无论怎么了解，都觉得自己只是摸到了一角，懂了点皮毛。那你跟莫倾城真的很像，是吗？
他也喜欢。对啊。1 2 1 1 2，浩哥，这边的地板麻烦帮我再开大一点，谢谢。他平时都不上台，那他现在在舞台上是在做什么？测试什么呀？哦，他在替王可还有匪少他们示反送呢。他从早年就是这样，虽然不上台不露脸，但是其他各种事情都事无巨细，像是什么妆发呀、造型、主持考，他全包。整个配音组都是他在照顾。1 2 1 2 1 2。大殿外的雨声绵延不绝。沈昭昭不知雨下了几日，或是只在梦里下。他像回到了柴桑的将军府，隐约里见一个黑影子举着灯，在乳黄色的光里，他恍惚找着那个影子。哥哥，过罗家山了吗？将军在江水岸抗敌，没有回来的消息。将灯灭了吧。沈昭昭不知道，在自己油尽灯枯前，还能不能见到哥哥。去找红布！将军，宫里乱套了，没地方找红布。去找红布，去！这次改成了现场配音剧，我特意从网上去看了几个，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呢。早年配音演员都是在幕后，很少出现在幕前，没有做这种舞台剧的条件。我看的那几个都特别吸引人，虽然他们都是在舞台上捧着台词本读，但是能入戏。电来那些将领有一半和我们离心，一路上过来都想反了你。他们都是用声音演戏的人，当然能让观众入戏啊。去找红布，天下我会交给太子。哎呀，我终于看到我家深深作为小粉丝看自己偶像的眼神了。行，我觉得差不多了。等一下舞台搭好，我们配音组先自己彩排一次。现在离正式彩排还有2个小时，要不要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可以，那我也先走了，深深等很久了。快去吧。快去。那个小白搭子，快来，我们有2个小时休息时间，推两把，推两把。哦，来了来了，那我先去了。出汗了啊？等一下。太热了是不是？好了，走。2个小时，做点什么好呢？好像做什么都不太够。我听大堂的工作人员说，山后有2条乡路，一条骑车来回1小时，一条骑车来回2小时，你们选哪一条？那就选远的。那里有人钓鱼，我们去看看吧。好啊。走。大伯你好，请问一下，您这的鱼竿能租吗？你们是玉荣庄的客人吧？嗨，随便用，钓2条鱼租什么嘛？来来来，
小心钩！谢谢谢谢，这杆是我自己做的，没那么讲究。我们也就随便试试，也不是什么钓鱼高手，讲究的反倒用不来了。行，那我们不打扰您，我们在那边。哎，行行行，谢谢谢谢。就这儿吧。好，小新，哎，就在这儿吧。好。嗯，我不会。会了就不好玩了。嗯。谢谢。你还没扔钩子呢，干嘛坐下来？哦，我说了我不会嘛。嗯，我来帮你。哦。好了，好，扔吧。嘿，嘿。再来一次。可以了吗？这样？嗯。嗯。你说我能钓到鱼吗？看缘分。我一个远道来的，和杨硕鱼喝的都不是一口水，论缘分，应该不是很深吧？难说。嗯。看鱼漂，别看我。哦。宿命中应有一场燎原火，来照彻山光水色无颜色。我走向为什么挑这么悲的歌啊？让人心情。若落魄是为相遇而落魄，为所幸梦强沉疴患难克。新世界了，那要是钓不上鱼，不是更难过吗？檐下弯弯的会有芳菲记得，与我肩头着你身侧。帅不帅？如若还行。这人间是你怎么？小伙子，钓到鱼没有？还没有。喂，哎，孟老师，哎呦，10万伙计，真的，你说，让生生帮我们和声吧，实在是找不着人了。好，我知道了，我问问。嗯，先挂了。有什么事儿吗？斐少他们讨论了一个主题曲的新方案，想让我请你帮他们和声。我？嗯，我不行。
还没有试过就说不行。我和他们现场经验差太多了，没有线下唱过，更别说是这么大型的演出了。总有第一次。第一次也不能是你们10周年庆吧？10周年庆，怎么了？你们配音组名声那么大，每个人都有几百万的粉丝，一次周年庆上线人数1000万，不能出错的。而且什么？我和你的关系，怕被人一直盯着讨论。那没办法，我和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网上人想怎么说，谁也拦不住。你这话说的，往好了说呢，就是宠辱不惊；通俗点说，就是皮糙肉厚。这次是王可点名要的你，他听过我们上次的合唱，很喜欢。他也知道你没有线下经验，所以让我跟你说，只是和声而已，有他们3个在，没问题的。而且呢，这次是他们请的你，活动又在桂林，从远处找人过来呢不方便，附近能找的也都找了，还听了几个 demo， 也都不满意，就是觉得你是最优的人选。我也觉得你可以。我第一次录音也是个意外，帮朋友的忙，你也是帮他们忙，试一试，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回应，对不对？嗯，你很能说服人。这一点我承认。小伙子，我这里有油茶，一起喝。不用了，谢谢。哎呀，过来嘛，外来都是客，你来我们阳朔，我请你喝碗茶。那先谢谢您了。那这个杆怎么办啊？来，给我。好了，谢谢。我在高原喝过酥油茶，名字和这差不多，样子却差了不少。在我们桂林呐，谢谢。到处都这个，你不管到哪家店，只要你要就有。这是姜和蒜炒的，然后再煮。辣的。先别喝，还有呢。谢谢。这是米花和脆果，可以嚼着吃的。谢谢。可以喝了。你们呐是外面来的，一开始可能喝不惯。这茶是祛湿的，我们这儿啊潮湿多雨，喝这个茶对身体有好处。哎，你们鱼咬钩了啊！哎，快帮我拿一下啊！哇，还是条大鱼！哇！这么大一条鱼啊！哇，好大一条鱼啊！原来你会钓鱼啊？小时候耐心不足，我爸让我钓鱼练性子。给我看看。啊，谢礼。哎，你们拿回运动装，让客服通知厨房做了就可以吃了。其实就是想让我女朋友体验一下钓鱼的快乐，倒不是为了吃。这不好吧？这可是你们钓的。可是鱼竿和鱼饵都是您的。这也不好意思啊。哦，哎，这个啊你们拿着，这是我自己做的，肯定比外面好吃。哎，你们拿去喝。谢谢。谢谢。来，大家尝尝。这什么东西？油茶。油茶？哪儿来的？别人送的。送的？谁送的？说来话长。回来了！哎，正好有件事。哎，现在那个咱们演出前需要有一个24小时的花絮直播，这是咱摄影师栾老师啊。那个现在需要一个主持人，就你看我这来不了，谁顶一下？
我们配音组需要用嗓子，提前一对说话不太好。我们也不行，我们得开嗓。啊，对啊，生生也不行。主持一下，你怎么这么金贵啊？那你谁能来啊？我也来不了。那就是我和木木呗。啊，行，承认我俩外形最好就行。承认，答应了吗？咱俩不一直是搭档吗？少了你，别人还以为我们闹矛盾了，这解释起来太麻烦了。再说了，24小时直播，哎，我一个人怎么扛得下来啊？可以，那这次配音剧我也审测，反派你来。不是说好我是正派，你是反派的吗？这个可以直接喝吗？把这个也倒进去，脆的，喝着也能吃。送给我们的人说这个祛湿又排毒。有一次性杯子吗？没有，我回酒店拿。是要，我给你拿，他俩主持，拍他俩。那个，我反派。3、2、1，开始。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墨白，这里还有木木。大家好。此刻呢是阳朔的下午6点，我们天还是大亮的。在24小时以后呢，我们完美配音的10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次10周年庆啊，会在山水下有一场大型的配音剧。你说这些大家都知道。对啊，这一段能删了吗？现场直播啊。哎，不过没事，这就是一个花絮，给粉丝逗乐的啊。不能拿我做逗乐素材啊！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换你说。现在还有23小时58分钟。OK， 我知道啊，你们非常嫌弃这个木木语言的贫乏，还是更喜欢我，对不对？那么在接下来的24小时呢？是23小时57分钟，刚调整了。我们就不要再精准倒计时了，好吗？那个，来啊，我们摄影师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舞台啊。我们的舞台非常的漂亮，当然我们现在还在施工中啊。我们还有一台小型的摄像机，会让大家随时看见我们舞台搭建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看看有没有机会碰到一些配音剧中的大人物呢？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夜半听潮，听里上雪，诗书翻别微笑些。觉得哪个好听？第二个吧。嗨，王凯老师，肥少老师。坐，哎，坐。来，不好意思啊，就点了2份。啊，没事，我不饿。幸亏你是音乐策划跟着来了，要是找不到和声啊，这小子发际线会越来越高。来，马上就要登台了，作为临时同事，我们正经的握个手吧。都认识多久了，装什么装？哎，豆豆姐，这就是你不对了，我这是出于对合作者的尊重，对吧，珊珊？我临时接到任务，怕给你掉链子。没关系，你放心大胆的上，有我给你拖着呢。不，你有完没完？哎呀，你这不还有米粉吗？我都被老朱吃了。行，你先吃吧啊。昨天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商量了一下，而且当时我们也搜了，发现你翻唱过这首歌，知道你熟，就和江金慈先说了。我们本来打算直接跟你说的，这不现场在忙吗？是来得及。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和声需要怎么样配合的呢？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我大概说一下啊，我是这样设计的，A1 唱段唱完 ，A2 你就可以进和声了，然后唱副歌开始就比我高3度和声这样，然后中间间奏的时候空间就可以留给你。放心吧，我都试过了，在你的音域之内。你没问题的。哎，你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是我们古风歌手的休息区，这次主题曲的主唱肥少、王可。嗨，来猜猜他是谁 ？Hello。没错，他就是消失江湖已久的默默。大家都爱说啊，这是豆豆饼啊。哎，我知道，但人家今天不是要开唱吗？所以默默更适合他。啊，对了，还有一位，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莫白，第一次登台本来就紧张，先别介绍了。啊，还有一位，那就是我，哈哈，我申请给王可做和声，但是被他否决了。
哥，你不五音不全吗？全网都知道了，没必要再强调了。那这样子啊，接下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服装区，好不好？来，跟我往这边走吧。来，这边。这小子确实适合做直播啊，话可是很多，脑子也快。我差不多想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排练？稍微等我10分钟，我再吃一口。没事，你们慢慢吃，那我先出去练一练。好，那我一会儿去找你。好，很快，一会儿见。哎，你发现没有？他有一点跟强尼斯挺像，宠辱不惊的，专心致志的做自己的事情。你别说，还真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别提多兴奋了。他迅速进入状态，比我想象的专业。生生，你没有在忙吗？我刚刚看你在里面聊天，没敢打扰你，我想来给你打气来的。我紧张的不行，从来没有上过舞台。我就知道，给看这个。他们怕你彩排的时候没时间看，非让我拿手机给你看。有娘家人在，你不用怕。一会儿啊，我就跟茂哥在那边控制台。你要是紧张，你就看我；你一看我，你就不紧张了，就跟咱们在社团的时候是一样的。好。哎呦，干嘛呢？那个冯老师，傻小子，晚上舞台灯光一打，看不清下面的啊！别打扰人家了，没看他拿着歌词还要练吗？我错了。走吧，你忙你的。走。你也要加油！我会的。拜拜。左，再左，歪，再来，差不多，这边也歪。老叔，你这边还不齐啊？你等会儿，稍等会儿。干嘛自己坐这儿不去陪生生？他有他的工作任务，我过去毫无用处。我说你给人家一个心理安慰，辅导人家。这是他人生的体验。初次登台前的忐忑、强行冷静，还要反复练习，怕出错，和搭档们的配合，都是他以后的回忆。我不想强行辅导，让他的体验缺失。我说你不也是第一次当人家男朋友吗？怎么不见你忐忑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过？可我两个还装呢啊！去哪儿？是不是不放心啊？找水喝。哎呀，我说你小子，纵那一日，隔世百遍，君曾生风待平面，崖畔听潮，天理上谁？是说但愿与小心。让他安静练会儿。想起风头了，你女朋友出舞台，让她给我做搭档了。你才是歌手，跟你搭档是应该的，而且他能学到更多。没有，她特别好，真的。是要叫我去排练吗？得，你女朋友一进入工作状态，连你都不认识。一会儿走台啊，你们先聊着。没关系，放平心态。反正呢，我觉得你没问题，因为你是最好的。我就是最好的。走。明天需要登台的配音演员和古风歌手呢，现在都已经回到了乐融庄。那么我们就去看看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好不好？哎，你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环境现在是非常的优雅。那边呢也有一个，哎，
那边是不是完美配音的人？一起，等此事平定，继续兄妹之名相处。谋逆可为，取昭昭有何不可？我这一说到完美配音啊，刷屏刷的我都看不清了。有没有枪青词？哎，我当然不会告诉你们了。哎，镜头跟着我往这边转。我知道啊，你们想放大了找，但这个机会我不会给你们的。啊，来，好 ，OK， 不错，好，来先休息，先下去休息。茂哥，哎 ，OK 啊，好嘞，咱们饭已经到了，场地的西南角，各部门赶紧去领啊。饭后最后一次技术彩排，刚才说的问题抓紧调整。我知道啊，天气很热，克服一下，好不好？现在抓紧吃饭啊！来。有吗，郑哥？周正有吗？有了是吧？来，给大家分一下。哎呀，来，直播看看。给他留2个，回头给你吃呢。这是我们工作，每人有馅，泡吧，给你装。枪老板这桂花帮，这说一个人可以吃。桂花帮跟父母来的。谢谢。二丈这里了，吃什么都是香的。紧不紧张？现在没感觉，估计一会儿倒计时1个小时的时候会慌。慌是好事，证明你看重，对舞团有敬畏心。说话像教官。定海神针，为什么是定海神针啊？每次我们演出，不管是舞台剧还是配音剧，他都是定海神针。他不上台，控全场。看什么？发现自己眼光不错。我眼光一向好。什么时候上妆换衣服啊？过一会儿吧。那我一会儿过去看看。你先不要过去，你过去我会紧张。没看过，想看看。舞台上看呗，好不好？好。茂哥，怎么样？有问题吗？这边？我这边没问题，你那没问题吧？对，哎，演员怎么样？现在？各位观看直播的网友们，你们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穿戴整齐了，因为还有10分钟就要正式开始了。那么我们休息5分钟，接下来正式见面。好嘞，来，这个给你。那我们去后场了，拜拜，拜拜。入场通道还有人吗 ？OK。来30秒倒计时，各部门准备30秒倒计时。来，大家聚一下，倒计时了。完美配音10周年，加油！委员上场啊！加油！10年韶华梦，10年与爱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桂林阳朔参加我们完美配音的10周年庆典。当然，也欢迎观看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同时，我们要感谢元宝投资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福福 APP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推广。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绝美沙溢。
刚才是由江青慈和声声慢为我们带来的开场曲目《与君归》，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小小的惊喜，大家喜不喜欢？喜欢！喜欢也就只有这一首了。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聆听、感受古风歌曲的千变万化，配音剧的荡气回肠。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接下来，请欣赏大型配音剧《江南老》。准备了，请你准备啊！大殿外的雨声绵绵不绝。我的天哪，这个舞沈台也太昭昭不知赞了！雨下了几日。放激动，不紧张，放轻松。刚上去的时候再稳一下，行。不愧是完美配音啊！不到1小时突破1700万了。我看，哇，最后一幕戏行啊，有希望奔2000万啊！加油！哎，你别说了，你再说，声声紧张了。哎，我都有点紧张了。他一上去直奔5000万。哥，我不该留你在这一艘。哥，要些什么？告诉哥。去找红布！将军，宫里乱套了，没地方找红布。去找红布，去！我今夜就要在此处去找找。啊！将军，她是你名义上的妹妹，天下皆知。那又如何？将军不可！殿外那些将领有一半和我们离心，一路上过来都想反了你，要在此时做出此等事，正给了他们借口。此刻皇帝已死，天下无主，正是将军你夺天下的大好时机呀！去找红布。天下我会交给太子，而我要去找找。将军若想和昭昭一起，等此事平定，继续与兄妹之命相处。谋逆可为，去找找有何不可？哈哈哈哈哈！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沈昭昭。身侧左右100万雄兵，同样护不住一个沈昭昭。他自幼为保我，被藏亲族家中数年，其后随我南征北战，生死不弃。而今，他为护我吞降自尽，难道到今日我还不敢给他一个名分吗？
沈策，字牧野，名门之后，姿貌过人。少时多难，与其妹寄人篱下。凭战功进爵为王，善以战养战。性情暴戾多疑，狡诈多谋。后招皇室忌惮，囚禁其妹昭昭，妄以亲眷治之。慎策兵临都城，其妹吞香而亡。策震怒，焚烧宫室，弑杀天子。海内震动。更有传闻，攻破之日，沈策一人一马，怀抱一红衣女子离宫，后再无踪迹。江水两岸一时无主，南境大乱。王哥，白马入芦花，准备。红河鞋自行修海，奔流入名片。岭上云只落一雪，洋洋万山间。西京灯饰入海，喧嚣夜。长风穿楼阙，湖台烟尽醉成荒烟。少年曾出长安道，寂寂入荒野。师生。塞宫偶托卷下魂，残杯俯首轩。师生，三叠神力缥缈梦冷冽，先生们加油，先生们加油！一身风流上名殿。傲立军前，引万乘雪，明月苍鹭，白马如落花。18派秦家征人，提灯走天涯。万眼登高一茶观洒踏，于是万脉古处垂心下。便听南岳长安和人海说下。不解是他。各位观众，完美配音10周年庆典到现在为止正式落下帷幕了，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期待完美配音下一个10年之约。再会。完美配音。
我上台前手脚冰冰凉，吓死了，我就怕唱错词儿，怕死了。你巨美，真的巨美，就跟美人图一样。等，你先别说美不美，我唱的好不好听？好听，可好听，我都听哭了，你知道吗？真的，你看我现在脸还是热的，真的好热呀。哎，我说你们两个大众情侣第一次同台表演，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大家来个余兴节目啊？什么节目？还有节目啊？有节目啊？来一个，还节目啊？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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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流星飞向天空边缘，划过地平线。风倾听所有心愿，浮动思念。阳光透过梧桐树叶，落在了少年的肩。青春之旅没有终点，一年一年。也会路过你的窗边，再奔向晴天。梦想守在相遇的起点，触碰之间。向往你眼中的世界，默契时才会实现。你微笑着。哎，我就想了，你说咱们这观众反馈这么好啊，演出这么成功，最后说枪老板你来个激烈的，你给我来个拥抱，我太失望了。就是，哎，你对得起我24小时直播吗？你听听我这嗓子啊，我明明是个 coser。比你们配音还费嗓子。枪老板嘴厉害，脸皮像宝，跟人讲。嗨，你别着急，一会儿枪老师一下车就给你们来一个更激烈的。真的吗？是可以。对，是省长。伸伸脸皮吧，帮个忙。哎，停，人家生生是女孩，你们以后不能这么说人家，听见没有？对啊，说话都悠着点儿，一个个粉丝那么多，没一个正经的。你总这样，就是人生生是咱们各种部门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呢？说就你，你对真失望。你今天晚上胆儿肥了呀？还敢说生生是你的人？哎，你嗓子好了？没有啊，我喝水呢。啊，多喝点。放心吧，谢谢。小意思。那个。你之前看过配音剧吗？没有，这是第一次看现场。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震撼的，我到现在我还激动呢。还行吧，那个也没再发挥出来。哎呀，他们就是爱开玩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不然我一出声，他们永远都停不下来。累不累？唱歌不累，紧张了呀。之前策划预期是300万人，今晚上直接破2000万了，这完美配音太牛了吧！还不睡啊？差不多该睡了吧？这不得写总结报告吗？反正高兴睡不着，还激动呢。等我写完了，我们就可以放心玩了。也快回去了。在想什么呢？困，起太早了。我当然习惯了，早班的时候5、6点就要起。导游先生，
最后一天咱们去哪儿啊？怎么不介绍了？介绍。今天大家去龙脊梯田，也是大家这次旅行最后一站。你这是怎么了？情绪不高涨呢？还有点小伤感啊？就是，用不用我给你一瓶羊水，哭一鼻子？啊，昨天没休息好，不太有精神。这次配音剧反响这么好，下次拉赞助肯定更容易了。你这样，老朱，从我们明天走，你就开始筹划下一次的配音剧，怎么样？说好了。说好了，我答应了。他最难请，他答应了，就是我们完美配音答应了。对，就是。我也来。那行。哎呀，回来了，美了美了。导游先生，你是最棒的。那今天咱们最后去哪儿？是不是得给我们介绍一下了啊？介绍一下。起来吧，你是最专业的，来了。够了，各位旅客朋友们，今天是大家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国家4A 级景区龙脊梯田。那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绿油油一片，太漂亮了。真的，你们去看一眼，我真的建议你们有闲钱了，在那买个宅子，真的。停！你这哪是让我们什么欣赏龙井梯田？你这分明让我们去买什么2亩地，是不是？那得买，不早说了。就直接买到，把我们装下不就完了吗？钱买那么大在地上晴天，梦想守在相遇的起点，触碰之间。向往你眼中的世界，默契是交汇视线。哎呀，你快上！再靠近我一点。下一集啊，去更远的未来啊，你在彼岸也能抵达。我真的很喜欢你啊，一直勇敢的我，仰望追逐刹那烟花。落在盛夏，每颗心都盛开吧。哎，珊珊，豆豆姐，我看他们都穿着民族服饰在那拍照呢，好漂亮，咱们也去租吧。好啊，在哪里啊？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了，苗族服、壮族服都有，咱们一人选一套，拍照好看。好，那你等一下，走，珊珊。你举高点，给我拍好看的。快要回去了，什么感受？感受？忽然想结婚了，算不算？你这大跨步的前进速度，不怕把人吓着？哎，怎么样？可以啊，豆姐。好看吧？好看，都认不出来了。来，给我帮你们拍。好看吗？好看。生生，他们这边结婚穿什么？我没问，你要租吗？我这孤家寡人的，当然是替某人问的。走，带你去那边拍拍照。好。哎，尴尬了，害羞了。不管他们，我们来，咱们拍，来。哎，你过来吧，你过来，一块。你拿着，我拿，我们4个一起。来。哎，你手机给我。啊。准备好了吗？1、2、3。1、2、3。1、2、3。看什么？看路，这台阶不平均。慢点，你走我后边。为什么要走后边啊？台阶太窄了。
万一你脚滑摔下来，我给你挡着，不至于滚下去吧？根本看不到尽头，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慢慢来，反正也不赶时间。平时工作太忙了，跟打仗一样，难得不着急，先这样慢慢走。你慢点，阶梯可滑了。我要是你女朋友，能被你这个慢性子磨死。安全为主，你看你要摔下去，鞋得是吧？裤子也保不住了。你这身租的衣服还得赔。是，方老师说的都对。那你说，咱俩天黑之前还能下山吗？你说你这人，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别看你比我年龄大，比我还毛毛躁躁。用得着强调你比我小吗？用得着啊！以后你想骂我的时候，忽然想到我比你小，总该有点恻隐之心吧？我什么时候骂你了？说清楚，我什么时候骂你了？走了，当人了。喂，哎呦，你踩裙子了！你不是说我磨叽吗？走着。慢点。哇，好美啊！哎，我拉着你，在你前面，你慢慢走。你俩换来换去干嘛呢？情趣啊？不懂了吧？人家是照顾女朋友，让你修炼100年你也到不了强老师的细心。我问你一句话，能被你数了100句。要不生气啊！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比他们先倒了。得，我一路护着你都白搭了。我这手一直这么伸着，现在都僵掉了。怎么着？给你揉揉啊，冯老师辛苦了，冯老师。哎，你慢点，小心一点，别摔着，别摔着。哎。底下都是柴火。发现没有？我们这一路来遇到的寨子，底下都是柴房。这里整体还是潮湿的，1楼不适合居住。哎，你们怎么这么慢啊？要不要点喝的？喝吗？不喝，谢谢啊，不喝。休息会儿吧。好。啊。要回去了，舍不得。舍不得什么？啤酒鱼、斑鱼，还是油茶？都舍不得。还有这里的10万青山，你说10万青山是怎么数出来的？连绵不绝，不止10万青山。你做过功课啊？前一阵刚录过一本有声书，里边讲的，说有一个军阀时期的革命将领，就是从桂林出去的。他南征北战，打军阀，抗日，但最后都没能回到这里。这里是他母亲的故乡，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提到过很多次10万青山，还有丽江水。那个年代的人，让人佩服。被你说的，好想写一首歌了。现在工作越来越忙，很多录音工作都没工作了。倒是录有声书还一直坚持，可以强迫自己读书。而且，我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听有声书。后来开始录音了，就觉得读有声书像是在陪着一个个真实的人。忽然发现，你这种衣服不错。在家里等着人回家的时候，只要听到外边衣服上的响声，就知道家里回来人了，该烧饭了。那如果有一群女孩子路过家门呢？那我就在你的项链上多挂几个铃铛，和别人都不一样。唉，
江青瓷这一辈子的口才，都用来哄申世曼，这不应该的吗？你们哥俩永远一个怼一个，对不对？你们完美配音，永远一伙人围攻一个江青瓷，我跟你们比，小巫见大巫。默默怼人专业的，你看我从来不招惹他。咱一下午溜达不完，就只能来这一个地方。你下回有时间。哎呦，回来了！来了，哎，他们回来了，报完都不认识。最后一天了，好山好水的，还真让人舍不得。哎呀，要说舍不得呀，我最舍不得，就难得能有这么个活动，能把你们这帮大佬凑齐，能见到。我们是明天一早的飞机，现在是中午1点。虽然阳光不错，风景宜人，但也没必要这么早告别吧？哎，是啊，配音都不用那么早酝酿情绪。他感情丰富，大家要体谅。戏好喽，哎呦，上情绪了。你看，你们真是我的柔情，你们永远不懂。行，我憋回去啊！完了，上车，走，上车，走。愣是干嘛？赖着不走啊？耍赖啊！我告诉你们，这山上啊全是包车，一会儿不走没车了。还是感情太丰富了。现在是中午1点，我们都还没吃饭呢。要是再开2个小时下餐再吃的话，那下回真的就没人敢来找你了。吃饭，我安排饭店，这你就给我期望了。走，吃饭。哎呦，谢谢周董。走，这边来，走进来。周董啊！哎呀，太不可思议！你这半天弄两，不行，可不行了。不是喝的，这是涮碗筷用的。来这么多天，还不知道啊？土了啊！我正准备涮碗筷，快给我涮涮。傻了吧？过来，这有什么特色啊？哎，你们来，服务员再来。来太多天了，该吃的真都吃差不多了。这寨子竹筒饭最正宗，今天特地带你们来这儿吃竹筒饭，看一下吧。这都是那个火上烧出来的。竹香配着米香，有大米的、糯米的，这菜单上都有啊。什么酸笋碎牛肉的，龙潭油豆腐的，腊肉的全都有，慢慢看。牛海棠都有啊，都来。都行。饿了。这个，我看哪个菜我想来点。来，桂花酒。哎呦，这行，早就该有酒了。竹筒饭，再配上这个竹笋炒鸡蛋。你太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个笋有多新鲜啊！刚下过雨，山上刚挖出来的，那个笋新鲜的就没别的地方有，只有这儿有。一入口啊，脆甜爽口。哎呀，再炒点鸡蛋，嫩的呀，这比鸡蛋还嫩。大叔，老叔啊，你干脆弄个副业，吃播博主得了。哎，他们俩正好搭档一下啊，一个做菜博主，一个吃播博主。我没空，我产业太大了。哎呀，我这都平时我秘书做这些，我跟你说，要不是咱们这个少年情谊，可找不着我。牛起来了，装起来了。你把腰杆挺直了说，挺直，再直点，挺直点。那不是当初听我直播非要给我送花那位。哎，害羞了。这是老底儿啊！当时的滤镜太厚了，我这老底儿都出汗了。哎呀，我看看，这样我竹筒饭呢每一样上两个，然后大家吃好不好？好，等我一下，谢谢。你喝这么快了？你们总开他的玩笑，他真的是最大的赞助商吗？他生意做的挺大的。你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吃饭，他一来就说那个餐厅有股份，我们都以为是开玩笑，结果后来老板直接来打招呼，我们都傻了。而且他那会儿贼腼腆，一点都看不出来。对，确实不像是现在了。我现在怎么了？哎呦我，吓我一跳！说到就到，这半天就来两个这个。我那会儿能不腼腆吗？那全是大佬。哎，但我告诉你们，这就是网络世界有意思的地方。不管你平时日常生活中什么样，多有钱，长得如何，你想让别人认识你、尊重你，你得有真本事，对不对？还是朱总会说话。我去看看啊。哎，快点儿！可以啊。这有什么好赚的呀？他说这好吃。哎呀，猪头饭，细节，猪头饭，这好，来，烫，菜给我，菜都一起上，想吃什么转啊？好嘞，我俩一样，你这岁数一样的，我俩一样。然后小张我。
好好吃啊！我的是糯米的。你尝尝这个，这是大米的。好，大米。也好吃。你尝尝这个。鲜嫩甘甜。回去我要多看几本美食，多学点词汇，不然我每次想告诉你有多好吃，都是超好吃太咸。也可以啊。干啥呢？我说老朱，你以前不挺腼腆的，现在怎么这样了？我怎么了？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腼腆来，来一个，腼腆不起来，岁数过了。哎，老朱啊，我敬你一杯。感谢啊，这次辛苦了。哎，向老板敬我酒，死生无憾。辛苦了啊！又干了。哎呀，哦呦，好酒量啊，好酒量，好酒量。再倒一杯。昨天是咱们公爷，今天是我们自己的，祝我们自己10周年快乐！来，10周年快乐！吃成了？哎，让你慢点吃。哎，最后一晚上，我给你订了一个别墅套房。良辰美景，阳朔古城，漓江岸边，青山之下，别墅小楼。你这套太俗了。不俗不俗。莎莎，我跟你说个事儿。老朱知道我们明天要走，订了一间别墅套房，给大家彻夜狂欢。哟！客气，应该的。你自己放弃了。应该的，最后一天了。哎，开心一下。一千够不够？不够不够，一周，一人再来2千。这角落挺幽静的啊。这边滚了！哎呦，真气派。怎么样？哇！哎，你看，哇，江景房，还有院子啊！这也太好了，这个。哎呦，这地方，你看那边，心情都好，是这。咱们可以晚上哎，这水感觉下去游2圈都行。哇，这茶具也可以啊，这都特别好的。哎，打麻将吧？行，我去拿麻将。对，有没有人打麻将？哇，先生我先过去啊。走。哎呀，哪儿找的？麻将。一会儿出去走走。去哪儿啊？西街。好。那去收拾一下。哎呦，笑一下，开心点。帅呀！把那个夕阳也拍进去啊！必须拍了。检查一下。哎呀，这山美水美的，真舍不得回去啊！啊，咱们俩搁这开个小饭店咋样？我出钱。我不的，我要搞事业。照片不给你了啊？哎，你们俩去哪儿啊？带我俩一块儿。你跟这干嘛去啊？人小情侣约会，你给人开路啊？万一下雨，我给人撑伞不行啊？去哪儿啊？我们想去西街逛逛，你们要没事一起呗。行啊，走。了。哎，你们想去哪家呀？快点儿！抓住他，抓住他！哎，小周，好可爱。哎，你帮忙，快！哎，被杀了，死了！站着！我们要不要去帮他们？追！哎呀，这么能跑呢他！跑！你后边去，后边去！哎，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灵活点不就行了？一块儿啊！我左边，你右边。行，来。哇，你好厉害啊！他好像挺喜欢你的。谢，麻烦。不客气。不是吧？你这人见人爱的性质，都拓展到动物世界去了。哎，人家是人品，你羡慕不来。哎，我能换个部门不？这生部待不下去了，这小子天天怼我。换呗，怼你的人更多。也是，周正跟冯小松2张嘴，我想想都头疼。
哎，真热啊！那可不，还挺多茶店呢。那里啊有手工酥糖。去买点。这次留在工作室的同事家里有事过不来，买点特产回去给他们。好啊，我也买一点给家里。我们宿舍还有个女孩，可以喜欢尝吗听你的广播剧，随便尝。是吗？挺好看的啊。来，这个先尝尝。好。好吃吗？好吃，非常好吃。割腰糕怎么卖？一盒28，一盒里面有20个。拿10袋吧。哎，好嘞。你们也给家里带一些回去吧。咋了？这么慷慨？感谢你们啊，帮生生完成了第1次线下演出，非常圆满，还是1000万级别的直播，一起创了记录了。照你这么说，我们还应该买点东西送给生生曼。他可是帮我和声的，临阵救急，够意思。你想感谢，以后有的是机会，这一轮得是我先来。别客气了，不客气。走，我们去那边看看。那个好吃吗？蛮好吃。哎，这什么味的？甜甜味的。哦，这个好吃，再给我来10袋吧。哎，好嘞。尝尝这个。啊，咱们这儿的特产从清朝的时候就有。这个一定要买。那这个也来10袋吧。哎，好嘞。哇，你吃？喜欢吃抹茶？哎，这边。是关了菜挺早的，知道你是有点早，而且感觉前面都差不多走到头了，是吧？这可以啊。就这里吧，我们感谢生生的地方。如何？过关否？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你别跟他客气，这小子就自己想找地方喝酒，找个借口。我先进去看看位置啊。行，你们喝酒啊，我喝饮料就行。能喝酒吗？可以尝一点。那少喝点。走。哎，就放这儿吧。给我带瓶饮料。走。你好，菜单。生生，你平时喝酒看一下。说实话，特别感谢你，只有你来才能解决这个饺子。我看你跟生生不像是男女朋友，更像是好朋友。你俩相敬如宾，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意思？喝点什么？行。哎，你好，我们来5杯这个吧。一样。来，完美配音越来越好。你慢点喝。来的时候还说只喝饮料不喝酒，结果又喝成这样。要不要带他去？行，我带他吐一下。匪少上舞台了。上哪上？唱白马入芦花，走，跟我带你走台哦。自己能行吗？行，没事。来，我慢点，小心点。来，慢点，拿着我啊。走。这是山楂味的。我发现你酒量不错啊。我喝多了，大家都看不出来的。现在喝多了吗？现在，那没有。我喝多了的话，就会好多话，好多话，而且心直口快，而且别人都看不出来的，而且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你现在想说什么？那天看演出，你想亲我啊？
你觉得呢？我觉得是。你说是，就是。我问你，你该回答。确实是山楂味的，闻得出。现在不行。大庭广众的，当然不行。嘿嘿，他还好吗？没事，吐了。这样，你杯匪少，我买单。不行，不是说我买单吗？我女朋友和我第一次喝酒，怎么能让你买单呢？下次再说啊。行吧，你小子总有理啊。来，站好啊！哎，我背个包，等一下，哎呀，走，哎呦，来，把东西拿着，拿好。那我们往外面先慢慢走啊，我们赶快。好嘞，来，还想再喝点？啊？还想再喝点？没有啊，不是等王可他们回来了吗？他们回来我们就走啊。对。你们先叫车回去，我要再等会儿。啊，行，没事，那我们先回去啊。哎，你说你就这1杯半的小酒量，你瞎嘚瑟个什么劲儿啊？这还打不了车，不行姐。我给你唱首歌吧。哎呦，打住，这背着你都够丢人的了，别唱了，求你了。一碗成雪，明月苍，白马着芦花。哎，你唱归唱，你搂紧点，一会儿掉下去。十八拜金家真人。王可和匪少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已经回去了。啊？回去了？你清醒了？我没有醉啊。刚刚那个山楂味的好好喝，你喝了吗？喝了。哎，王可和匪少他们为什么要先走了呀？那他们走了，我们的糖谁拿着呀？放心，哎，小心。没事吧？不对，应该这样。好。哎，我们走这边吧。啊。悄悄的问你一个问题。你问。我好看吗？毋庸置疑。我也觉得。
蓝峰上章。你是还乱3条。哎，碰！碰！哎，你看2家，你是帮什么忙？不会玩还不能帮了，哎。谁？谁啊？你快点碰吧。谁啊？谁啊？哎，走了啊！这给揍了？谁给揍了？喝多了，搭把手，快！喝多少啊？先进屋。哎，别去屋子这边，白床单吐了怎么办呀？你放沙发上，怎么那么可怕啊？等，头！哎，呀！你说的挺好，个清理套房，你造成这个样，掉下去了。喝多少？没喝多少。哎，莫老师不跟一起去的吗？哎，他们俩上别处玩去了。去别处？晒月亮去了。那个，你们把土特产一会儿分一下啊，给大伙儿了。哦，对了，给耿小新还有生日曼他俩留一份。我也有啊。你们宿舍女婿给买的。哎，强老师太好。老师就是老师啊，情商1级棒。我看看。你别看，快到谁？接着打。来，刚才到谁啊？3条打不打？不是你碰不碰？碰，你得3条。碰。我从小就弹钢琴，每天要弹4个小时。我哭过、闹过，也离家出走过，可是我爸妈他们就是不妥协。后来我不高兴的时候，随手就能弹出一段，写出一段曲子，就打心底的感谢爸妈。哎，慢点。你想啊，我不学钢琴就没法作曲，那就不是现在的声声慢。我如果不是声声慢的话，就不会在网上参加那些社团，更不会去注册自己的语音房间。也不会在那天早上在去学校的公交车的时候和跟小庆在语音房间聊天，然后遇见。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爸妈，对不对？对。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语音房间里？想知道？我一开始也想知道。想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忽然就闲了几分钟，在网上闲逛。想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巧，刚好进了你的语音房间。你不乐意啊？意外之喜。是啊。为什么？注定。哎，小兄弟，在这儿呢，来了。小兄弟，你要的热茶跟毯子都给你准备好了。行，谢谢你。准备这些干什么呀？夜游漓江。我们明天早上的飞机啊。我知道啊。放心，有我在，耽误不了时间的。你忘了那天谁叫你起床的？走，小心。啊，慢一点。来，穿上救生衣。走。好了，师傅。哎，好，开船了。哎，不是有发动机吗？小兄弟说晚上怕太吵，问我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来撑竹筏。在没有发动机的年代，在这漓江上，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撑竹筏吧。辛苦您了，坐我了啊！哎呦，哎，你这哎，这么走湖啊？福星高照嘛！自从你在我身边，我就一直赢。没有，真的。怎么看什么看？
人家说我是福星，我又没出老千，看什么？看什么看？是点人品你还是有的哈。是啊，做生意的人讲究风水，这公司越开越大，总是个福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也做生意的，我怎么不胡？这叫强龙压了地头蛇。哎，有没有水？没有，停水了。你们录音棚的后勤就是越来越差了。乔大哥哥的，快把，都忘了咱的阳朔了。来，继续。就给你拿一瓶。哇，这里好舒服啊！很安静。行了，这儿的水浅，安全，你们慢慢看，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要是困了就直接睡。哎，辛苦了。哎。这几天桂花茶、桂花酒、桂花糕，吃的我满身香。